睇睇先。誒、有朋友提到香港如果歸翻入去中國咁樣一國一制咁又如何咧？咁當然就咁諗咧，大家都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實質背後係咪真係冇問題咧？冇人知嘅。係啊，即係你香港始終本身佢喺法律上誒喺一啲文化上係同中國大陸有啲唔同起碼法律上已經係有啲唔同啦。咁所以如果你話突然間我哋由一國兩制轉做一國一制，有冇問題咧？冇人敢答，係亦都冇人有能力答到呢一樣嘢只可以叫做見步行步，或者叫做煮到埋嚟就食。係有邊個夠膽講啊？講真，專家唔敢講啊，因為中間涉及嘅除咗係國家嘅層面之外，亦都有商業嘅層面有文化嘅層面啊甚至唔好話文化啦即係有班人嘅意願係啊，即係有班人嘅意願，如果反對呢樣嘢咧，都會令到件事有無限個變數喺度。咁所以你話一國一制呢樣嘢，真係冇人敢答，可以會演變成點嗰件事向好嗰方面走壞嗰方面走定係冇乜分別冇人敢講，亦都冇人有資格講，只可以咁講即係我呢啲身為一般人咧，我只可以講順其自然啦。佢煮到埋嚟就食啦。佢到時真係要一國一制嘅，我拍手掌冇問題。係啊，如果佢繼續一國兩制，我都繼續係拍手掌冇問題。我只可以咁講。好，再睇先。誒，美國就冇噶啦佢哋只係啲大城市比較市中心啲嗰啲地方有比較好嘅5G 覆蓋好嘅地方甚至有埋毫米波添，好快添。但係只限一啲覆蓋好嘅地方就好咯。覆蓋唔好嘅地方，4G 都未必做得到。因為佢哋就係將所有時間、精神、精力攞嚟啊，叫做針對中國啦。係啊，佢做好多嘢係損人不利己嘅。淨係你見佢哋網絡商要被逼地拆晒華為嘅網絡裝置，你就知係幾反智嘅事。即係美國呢一種叫做俾啲政棍所謂政棍啊，搞到亂七八糟即係唔使理佢啊！講真，佢自己會玩完嘅，再咁搞法。即係佢哋嗰班政棍要攞中國嚟做假想敵，咁跟住講得越多越得到選民嘅支持嘛好似有做嘢嘛呢啲叫咩呃光環嗰陣時香港一模一樣嘅，即係搵人抹黑一下我哋中國之後咧將我哋國家咧成為假想敵，跟住呃光環成班就係咁樣政棍啦，咪就係、好睇睇先。誒冇噶啦，其他地方你話有5.5G 咧，極度困難。
係啊，即係本身最有機會有5.5G 嘅地方，其實係韓國。係啊，大家知點解嘅？點解韓國會最有機會5.5G？因為 Samsung 喺度啊嘛。即係佢哋自己咪將個網絡建設俾翻自己人做咯。咪做內循環咯，順便。係啊，跟住賣手機咯。但係好衰唔衰就係咧，佢哋上咗5G 嘅時候咧，其實嗰個體驗咧冇乜改善同埋個覆蓋都係做得比較差。最終好似咧都搞到有啲得意事件出咗添。咁所以你話佢會唔會好快咁走去推進5.5G 咧？睇落又未必會覺啊。所以極其量就係話俾你聽，已經有5.5G，但係可能喺極少地方會有啦。即係佢同中國係有唔同嘅。即係你計嗰個社會主義嘅國家，同埋一個所謂叫做自由市場嘅國家。自由市場咧，好多時啲嘢咧就市場主導咯。件嘢好賣咪推得快咯，件嘢唔好賣咪推得慢咯。但係如果喺中國嚟講咧，係嗰件嘢有冇需要？有需要嘅話，即使佢唔賺錢，都要起到出嚟。咁呢個就係我哋中國嘅一個特色嚟嘅，亦都係我哋強嘅地方。係啊，即係個社會真係有需要呢一樣嘢，咪推咯，咪去做咯。係啊，即係我哋嘅所有嘅高鐵啊、航天啊嗰啲，一開始全部唔賺錢嘅，全部蝕錢咁樣仲要天價咁樣抌啲錢落去做到出嚟。係啊，呢啲做咗出嚟之後，個回報咧係好中長遠嘅，中期嘅、長遠嘅，甚至啊，但係一開始如果你話市場主導嘅話，一開始根本唔會推得到，因為冇人願意去咁高風險投資咁大嚟做一樣嘢。佢哋如果真係市場主導，一定係賺咗錢先算嘅。好，慢慢融合其實都係嘅。最簡單就係慢慢等佢自然咁融合咯。即係有啲人講一國一制啊嘛，頭先。咁我就話煮到埋身就食啦，咁樣咪即係等佢自己發展落去咯。一定噶啦，外國啲政客咧一定係搞民粹搞民粹搞民族主義跟住即係拉一班少數嘅群體嚟做支持最興噶啦，全部都一樣嘅。啊，即係有啲就拉啲可能唔同種族嘅弱勢群體有啲人可能拉其他總之就係拉一班人嚟做自己民意嘅基礎，跟住就選咗出嚟咁入邊好多油水啦即係佢哋嘅政客同我哋嘅政客係好唔同嘅。佢哋嘅政客咧，其實全部咧好多嗰啲咩利益上嘅輸送佢哋叫政治獻金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嗰啲又唔講啦，唉，講得太遠。好，再睇先。咁有人話其實香港係國際城市，咁其實一向都係嘅。咁應該當國家嘅科技做宣傳同埋出海，其實本身就應該係咁。但係依家香港係完完全全揾唔到自己存在嘅意義。係啊，佢哋係唔知嘅。依然咪就係即係炒樓嘅人繼續炒樓咯。係啊，即係好短視嘅喺香港嘅，即係嗰班商人都係啦。
無可厚非嘅啊。職場賺到嘅錢就係賺啦，啊投資得耐會蝕噶嘛，咁所以呢個又冇得講啊。人哋開間公司係為賺錢啊，只不過係香港政府就好難會好似中國大陸咁樣做到好多對將來好嘅事情啊。一啲就算對將來好嘅政策都喺香港度實行咧，最後會失敗嘅啊。點解啊？因為你控制唔到成件事嘅演進。啊！你喺中國大陸咧，中國政府可以控制到呢啲咁嘅事。啊，點樣演進落去咧？啊，點樣發展落去咧？都係受控嘅。你喺香港咧，啊，政府係唔會管呢啲嘢嘅，等佢自由發揮嘅。咁最終就係商家佬一定係最後為賺錢嗰件事就俾人收割咗噶啦。搞唔到噶啦，最後係收割咗。好，睇睇啊！嗱，望一望先。我永遠噶啦，啊，有啲國家咧，其實從來咧，佢哋都係靠掠奪人哋嘅資源啦，喺其他國家做煽動啊，又或者喺人哋打仗嘅時候掠油水咯，係咁樣嚟去發達嘅啫嘛，啊，即係發亂世財噶嘛，嗰個國家，即係好似嗰陣時世界大戰咁，全世界喺度打緊，佢自己冇打，佢喺後面借錢俾人嘅啫。係啊，跟住嗰啲英國啊，嗰啲歐洲國家還錢還到趴咗喺度啊，係啊，咁所以造就到佢嘅強大咯。我就啱啱坐低咗，啊，又係叫翻杯咖啡飲下先，即係好簡單。譬如叫杯咖啡咁，我依家坐咗喺 Starbucks，喂，突然間一國一制咗嗰啲。嗰啲名都唔同晒，嗰啲咖啡名都唔同晒，叫咖啡都要睇多陣先睇得到，咁成件事就真係我自己初步諗都覺得係有啲會唔適應啊，去唔去到恐懼咧？可能都會有的咁多啊，因為人係會對於一啲未知嘅嘢咧係有啲恐懼感。同埋咧，依家咧，我有擔心緊另一樣嘢啊。香港我講緊啊，即係中國嚟講咧，啲嘢一路發展緊啊，縱然中間係有啲不斷係有啲問題出現嘅啊。咁但係大方向咧，中國嚟講咧，大方向咧係冇問題嘅。係啊，有啲嘢叫做等佢軟着陸嘅，譬如之前房地產嗰啲問題咧。係專登引爆嘅，咁嚟緊可能經濟都會有啲唔係特別好啦，但係同全世界比咧已經好好啦。反而我擔心香港嘅，即係譬如好似呢個復活節假咁，哇幾多人翻咗大陸，香港得翻幾少人？我依家喺 Starbucks 入邊咧係有位咯，係啊。平時呢個鐘數去到 Starbucks 咧係坐滿晒嘅，基本上你要去嗰啲大台嗰度搭台先得嘅，好難先有個位。但係今日行到去個 Starbucks 呢度咧係有台有 sofa 位嘅，係啊，即係個假期香港啲人北上晒嘅全部，即係你話去外國旅行都有嘅，但係北上嘅人係多到好驚嚇。香港呢度係真係好少人啊，即係少咗好多啦，叫做。依家中國爭咩咧？爭個媒體嗰個話語權，係啊，因為依家基本上就係發生啲咩世界大事咧，都係西方媒體說了就是噶啦，係啊，其他人都只不過係個個都一齊去跟風抄嗰啲所謂外媒嘅消息嘅啫。即係佢話邊個邪惡就邊個就係邪惡啦，啊！即係中國就係爭緊個媒體上嘅啊，仲要係全世界媒體上面嘅一個話事權。唔好話話事權啦，你想同外國媒體抗衡咧，都未做到啊！依家
即係你已經有一大扎嘅外國媒體啊，俾人好深印象就係佢哋係權威咯，佢哋係公正咯啊，所以佢哋亂報咯，嗰班西方嘅人都覺得嗰啲係事實嚟嘅，係呢個係好大嘅問題。我哋中國嘅媒體咧，全部都俾人灌輸咗或者灌上一個啊，即係唔中肯、唔忠實嘅惡名喺度啊。總之，一幫中國講說話嘅就係共產黨啦，啊，就係共產黨支持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中國人咧，就算啲嘢做得再好都好啦，都一樣繼續會受人去指責啊，又或者俾人哋去抹黑啊，呢啲預咗一定都係嘅。咁所以我好睇，即係中國人自己佢哋係咪堅定相信自己國家咧，或者堅定支持自己國家咧？呢個好緊要。即係有好多人可能本身喺中國入邊去居住或者生活，佢哋去到外國嗰個世界之後，去接觸嘅媒體完全唔同佢哋好多時嗰啲信息咧，就真係會係一啲錯嘅信息啦生活得耐咧，絕對咧係會俾人洗咗腦嘅，講真係肯定會添。因為對於中國呢啲假消息啊、一啲抹黑啊，基本上日日都有，係一句大話講100次會變真話，呢個係真嘅。係啊，即係當你喺外國生活，佢哋所謂最有公信力嘅媒體，每日都喺度審判緊中國嘅時候，每日都喺度抹黑緊中國嘅時候，你好難去說服自己去堅定咁樣相信呢啲事係假嘅咁樣。仲要係你身邊嘅人，其實每日都受住嗰啲西方媒體洗腦，佢哋已經固有地覺得你中國衰嘅話咧，係啊，你除非真係完全地斷六親唔理嗰班人，唔同佢哋交流，因為你一定會俾佢哋同化。係啊，驚係驚有啲人出咗去之後，咁樣俾人哋洗咗腦，或者俾人同化咗。係啊，暫時咁睇咧，因為香港會步入通縮咧，我係相信嘅。即係你見到成件事就係大家都得想消費即係唔見咗咁多人即係喺一個本身消費旺季或者消費日子入邊變到冇生意，咁對本地零售餐飲業係好大影響嘅。咁當然你話誒咁貴冇辦法啦，咁樣仲要服務差冇辦法，係冇辦法嘅呢啲，係啊，惡性循環咯。咁最後你咪係香港啲鋪頭做得好嘅，做得唔好嘅都會執笠，執完之後就出事啦。你執完笠之後，啲人就冇嘢做啊嘛，你有責任失業啊嘛，係啊，最後大家係逃唔過噶，係啊，係攬炒嘅一齊。即係有啲人諗緊，我總之我想去消費，我平咗先啦，平咗之後係啊，咁最後啲嘢咪骨牌式咁冧咯，最後冧翻去自己度，呢個係必然會發生。咁但係又係嗰句，你說服唔到佢哋嘅，係啊，即係可以咁講啦。佢哋呢一刻就算好支持香港，全部喺晒香港消費，咁又如何？
其他人都係上大陸消費嘛，最後啲嘢都係會冧嘅，最後都係一齊死嘅，不如死之前食得開心啲啦，可能咁樣諗啦。都係嗰句啦，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如果你話 Google、Facebook、YouTube 呢啲，其實都真係主要佢哋唔肯守大陸法規，自己退出嘅啫。喺好早期咧，Google、Facebook、YouTube 呢啲咧，其實全部喺大陸都上得到嘅，只不過係佢哋身為社交媒體嘅一個服務供應商啦。佢其實係有責任要守翻嗰個地區嘅法律嘅，如果唔係入邊係存在好多嘅問題，咁佢哋唔肯守，咁自己離開中國真係唔關人事。係啊，即係你你肯守新加坡法律，你肯守英國法律，肯守法國嘅法律，但係你唔肯守中國嘅法律，呢個講唔通。係啊，即係你度度都守規則嘅，你唯獨喺中國唔守規則嘅，咁真係只可以講嗰一句，你咪走咯。咁而事實亦都證明咗啦，你依家呢啲所謂 Facebook YouTube 呢啲咁嘅平台入邊好多內容咧，都好多有問題啦，甚至好多係詐騙啦，Facebook 你見好多啦，點解啊咁樣？佢其實就係冇守規則咯，係啊。即係如果你肯將資料交俾當地執法部門嘅，其實唔會咁多騙案嘅，唔會咁多騙徒喺上面嘅。執法部門執法㗎嘛，見到有啲騙嘢，但係你自己 Facebook 嗰啲你唔合作，唔肯交資料出嚟，咁你咪真係保護咗啲騙徒喺上面做行騙咯。咁最後你個平台嗰個品質下降，啲客都係走啊。即係你睇 Facebook 已經係啦，依家啲用戶係少咗嘅，係啊，唔係大家唔需要社交網絡，係你個社交網絡嘅品質保持唔到落去，上面有不同古靈精怪、烏linh單刀嘅嘢喺度，即係咁不如唔好用啦咁樣。哦，係啊，佢依家咧美國咧保險咧好多嘢係唔保啊，因為你明知危險嘅地方你去咧係唔保你嘅，咁所以你夜晚出街咧係唔會保啊。係因為夜晚治安差，其實如果你有睇真係一啲講緊喺美國嘅 YouTuber 咁樣啦，最係早期已經喺美國嗰扎先得喎。你依家啱啱過去嗰扎咧，佢哋講嘢咧唔中肯嘅，好早已經過咗去嗰扎咧，佢哋好中肯嘅，佢哋個社區有咩轉變咧，個環境有咩轉變咧，佢哋講得好清楚。係啊，即使一啲有錢人區咧，個治安都係差咗，冇辦法即係美國咧好叻嘅，嗰啲數字做得好好，宣傳做得好好，但係內裏實質佢哋經濟係極度差失業好嚴重，流浪漢都多，咁所以成件事就係治安唔會好咯。相對起身，你真係對比香港，香港環境比佢哋好好多，只不過佢哋包裝得好，又或者咁講，佢哋媒體咧，選擇性地唔報啲即係差嘅嘢出嚟俾你睇咯，報嘅可能都係啲唔關痛癢嘅嘢，
譬如我哋流浪漢咁樣咪報下咯，但係反映唔到經濟噶嘛，其實佢真正經濟嗰啲數字咧，條數計好晒，再話俾你聽。好，咁香港私人公司排除女清盤執笠，一啲啲啦，其實又唔係全部嘅。有啲公司本身運行得好嗰啲咧，佢哋係唔會有事。即係其實成件事最差喺邊咧，就係疫情嗰陣時。疫情嗰一波咧，令到好多即係做得好嘅公司咧都執咗。做得好嘅零售餐飲佢哋都執咗。依家新開翻出嚟呢一批咧，其實係冇競爭力嘅，純粹係疫情過後有好多執咗有吉鋪，跟住有人走去試開間餐廳喺度。嗰啲係冇經驗去做生意嘅，係特別多。咁所以依家你見執得多咧，亦都係好正常。即係你話好食冇去份，服務態度又差，係點解會咁啊？呢一班唔係做開咯，做開嗰一班，佢哋因為疫情而執咗笠甚至有啲破咗產啊，係啊，最主要係咁，即係本身應該做到生意嗰一班，因為疫情關係冇咗，剩翻呢一班就係做唔到生意冇競爭力嘅咁咪做唔到，經濟差啲，佢咪執埋咯。好，係啊，Snapchat 八 Gen 三都支持5.5G 嘅，咁你見到小米14 Ultra 你就知嘅。咁所以今年嘅大陸出嘅新機，真係 Gen 三嘅或者天璣9300嗰一紮啊，絕大部分可能都係 5.5G 嘅啦。香港經濟要睇下波叔點搞，其實咁講啦，波叔都幫唔到啲乜嘅，佢做得好或者做得唔好，佢都唔會太影響到成件事，因為你香港本身就係講緊自由經濟，政府根本做唔到咁多嘢去限制好多嘅策略。咁有朋友話咧，胡錦濤嘅時代Google Gmail、YouTube 喺大陸都可以用，係啊，當年就真係，當年呢啲咧，全部即係依家所謂喺大陸用唔到嗰啲嘢，當年全部喺大陸嗰度係有市場有公司Google 係有公司嘅喺大陸只不過真係後期佢哋情願唔做，放棄成個中國市場，都唔願意守中國嘅法律啊，與人無尤啊！呢個其實而家成日話啲人話中國唔俾 Google 嗰啲嘢喺度，呢個係錯誤嘅講法。即係同樣地點解 Microsoft 可以喺大陸咧？Apple 點解又可以喺大陸咧？即係本質上，Microsoft 一樣係做搜尋引擎同當年 Google 係一樣。Microsoft 都係搜尋引擎，都係做電郵服務，同當年嘅 Google 係一模一樣嘅。但係點解 Microsoft 可以留低咧？甚至乎 Microsoft 係成個 Windows 嘅作業系統添，即係你話敏感度或者佢可以真係假設佢會攞到中國用戶嘅私隱或者嗰啲用戶數據做統計都好佢接觸到中國用戶嘅資料你點計個危險性？Microsoft 應該係高過 Google。
但係點解 Microsoft 喺中國大陸係可以做得到生意咧？啊，好明顯就唔係中國大陸嘅問題咯。啊，人哋肯守翻中國大陸嘅規則，咪繼續喺度咯。啊，Windows 依然喺中國大陸入邊啊，即係佔咗好多嘅作業系統嘅比例。啊，另一半係咩啊？咪就係 Apple 咯。即係點解 Apple 同 Microsoft 兩間都可以喺中國嗰度做到咁大，而你 Google 唔得咧？反而啊，個問題明顯唔喺中國度咯，喺 Google 度咯。成件事就係咁，即係你點講都講唔通嘅。即係如果有人同你拗，好簡單嘅，你舉 Microsoft 微軟，係舉 Apple 出嚟，喂，人哋兩間全部乜嘢生意都做到，系統啊、電腦啊，全部都係賣俾中國人嘅。點解中國政府唔禁佢兩個咧？啊，點解淨係禁你 Google 咧？啊，大家都有電郵噶啦，大家都搜尋引擎噶啦，點解淨係禁 Google 咧？啊，因為根本唔係中國禁你咯，係你 Google 自己唔做咯。